穿柑仔色的衫，也有下柑仔色的尼古带来到中选会来登记。伫咧登记头一天来行头旗，做头一个参选的登记人。那会当看到讲，今仔日伫咧旧历午时算是好时好日，特别参选人经历咧今仔日要来赶紧登记。另外，这方面来看到2020年总统也有立法员选举今仔日开始登记，民进党的部分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早陪党主席杜英泰，也有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堃，也有陪新北的选区立法员，大家做伙来登记，来看现场详细情形。12个立法委员候选人在场，所有父老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身为新北的子弟，长期关心新北的发展，今天很高兴有机会陪同民进党提名12席立法委员候选人，也是12支强棒共同出击来登记参选。我要先祝福能够圆满成功，打一支全垒打，让大家都能够高票当选。第二个呢，过去身为行政院院长，也曾经到过立法院备询，现任的立法委员都非常专业，在争取地方建设上面也非常用心，成效也很好。为了新北市的发展我们也一定要让现任的能够高票当选连任。那民进党今年所征召的新科的委员都非常杰出，年轻有为不仅仅是学经历好，而且有理想有抱负。这段时间以来，我也看到他们一步一脚印，展现了为新北市打拼以及为台湾前途效命这样的决心。因此呢，我也敬请大家能够为新北市的未来栽培好的子弟。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一场选举，我相信多数的国人都把它定位为是一个守护台湾、维护民主的一场选战。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步步紧逼，以及从香港所传来的警讯，那台湾一定要更加的团结。也只有蔡英文总统高票当选，民进党委员席次过半，我们才有更有力量守护台湾、维护台湾的民主。民进党能不能过半？哇，新北市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总共有12席。如果能够得到父老乡亲的支持，强棒出席，打一支全垒打，12席都能够高票当选的话，那我们今天会相当有信心，能够立法委员能够过半。因此，也为了台湾的未来，守护台湾的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敬请新北市的父老乡亲一定要鼎力支持，让他们都能够高票当选，让台湾能够更好。以上报告拜托大家，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继续来看到新北市选委会下早会当讲是特别热烈气气。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陪郭家军立法员参选人李进英做伙来登记。郭台铭亲身驶一只发财啊，载大家来到现场，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小心！郭总刚自己开车对啊，我就要把它送进国会。对，怎么会这样突发奇想？不是突发奇想，本来就规划这样的好。对，让我想起来，我发迹的时候就是在连城路这附近，爱德蒙我从这个板桥那个这个小工厂里面载的货，自己开速八路送过来。那我认为说，台湾呢是经济要转型，我们做了很多次民调，58%接近60%的。这个尤其年轻选票，首重的是经济的议题。那么李静颖呢，台大经济系的状元，到伦敦政经学院，那最主要他也做过一件事情，他在那个柯市长那里帮柯市长这个培训了解怎么样做这个选举，怎么样做市政。在我这边呢，参加我的初选虽然我没有赢，可是呢，他得到很多的经验。他最主要是，我讲是我们一个人，如果李进颖当选，他有父亲李家进，
卢嘉诚，还有我，这也是我的总部，所以我认为说我将来这个要推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我本区就是我们鸿海在全球的总部就在土城，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高科技，有很多的经济的转型，有很多的这个未来的 AI 大数据，我觉得土城呢跟三峡都必须要面临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它不但解决年轻人低薪失业的问题，让年轻人要有房子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美国的280，就是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280高速公路，这个南接新竹科学园区，北接内湖科学园区、南港科学园区，这个地方的开发的潜力非常，因为新竹已经满了，内湖也满了，所以这个在新北的，我叫城山科学园区，将来这是我们要推动的。它这里面包括到很多的科技的立法，所以他选他的立法员，第一个要年轻化，他不是个地方上跟这个地方上这个去包工程或者做这些，我想他不一样我希望他能够在花时间在科技立法在各种的当然最主要0到6岁国家养大数据这些都是年轻人所希望要转变的。第二的话，我是希望随着土城三峡的一个结构改变，怎么样扮演好这个280高速公路，就像Santa Clara一样，美国的Santa Clara那地方产生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新创的公司，所以这个城山科学园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它需要一个年纪轻的懂科技的、有国际观的立法委员来协助推动这些新的政策、新的科技的执行与经济立法，有利于这个富国利民的。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希望李进能够代表进国会让把土城三峡做一个整个结构性的改变。土城三峡现在目前很多新搬进来的这个新住不是新住民，年轻的，他们需要有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甚至更好的居住环境。这一点呢，他的父亲也是老立法委员对，也是日本的一个日本通。那卢嘉诚委员也是，所以我说我们一人当选，4个人服务，有3个立法委员服务，再加上郭台铭，一定在这地方服务，因为这个地方是将来很重要一个台湾的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未来的这个新兴之地，好不好？因为原本是党票、总统票，您会呼吁支持者支持谁？你总统这个部分会呼吁你的支持者支持宋楚瑜吗？我们内部还在开会，但是呢，我也那天就讲过，这个总统票的话，大家各有我们的这个老五军团也好，或者郭粉也好，内部现在也是蛮这个很多的这个讨论。我们偏向于是说，一定要认同中华民国我记得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我给宋楚瑜送的那花篮上面有一行对联，那是我自己写的，只要符合那个就符合我的理念。那我想我也就只要跟我理念相同的中华民国派，我想我会呼吁我们的选民去选这一些这个好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亲民党的宋主席那一天，我看在民视他的那个那个访问里面，他的讲话的我也讲过了，他的格局、他的深度、他的国际观，他对事情的这个所以我昨天有跟一个咱今嘛听到的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带到这个郭家军的立法委员登记的参选人，也就是李进英来到现场要来登记参选。另外，这方面特别赶紧来看到第15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今仔日开始登记。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今日登记的头一天行头旗，咱今嘛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大家早。对
宋楚瑜来说，这是我漫长44年来所走过的选举路最后一里。楚瑜充满了感恩和自信。宋楚瑜一定会把平生所学的绝学，不管是在国际外交、在两岸事务、在国家安全、在地方建设、在为民服务，在所有的领域方面，一定用尽平生所学来回馈我所爱的台湾，找回台湾的自信，找回作为一个台湾人的骄傲。那就是这次的选举，我跟余香用快快乐乐的心情，那就是来谈未来台湾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经济民生问题，年轻人所期盼的这许许多多的观念，我们一起共同来打拼。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候选人要登记，我会在未来的这几十天当中，跟余香一起共同的把我们的政见、把我们的做法向大家报告。谢谢大家，祝福诸位，谢谢。谢谢。名单出来了吗？我们亲民党正在做最后的整合，在法定的期限之前，一定交出一份让大家觉得不一样，那就是天大地大，人民最大，不是政党最大，绝不是把亲民党要的人摆进去，是要赢得真正的民心，人民最大，让人民感觉到满意。民心是我们共同所期盼，要去让大家安心的事情。谢谢。刘执行长跟蔡副执行长是不是都会在里面？对于这个名单，跟大家稍微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到，会有让大家眼睛一亮的第一名。谢谢大家。你现在最新的民调是8%，你怎么看这件事？最新的民调不要担心，逐渐的就慢慢向上爬。你不晓得，原来我们亲民党不是只有不到1%吗？哇，今天已经涨了40%啊，变成4%，4%了，8%了，是不是啊？8%了，哇，越来越往上爬嘛。台湾就是这样的慢慢爬嘛，是不是？是。我们大家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宋楚瑜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赶紧要来关心台湾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今仔日亲身带大家来到台北市选委会，要来登记立法委员的登记参选，利用直播的技术，甲规台湾正式宣布这项消息。咱嘛要做过来看现场的画面。凡事就创新嘛，这个有时候叫异业结合啦，就是说。只有刚才去EC Media 看你这，它也是一种，其实这种自媒体直播，恐怕是日后新的媒体形式了。所以我们坦白讲我们作为一个资源比较少的政党，常常我每次说创新是台湾唯一的出路，其实这一句也适用在我们这种资源比较少的政党。那因为今天要宣誓登记起跑嘛，那市长对自己的区域立委参选有多少的信心？常常这样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嘛，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嘛。那就是这样的，常常是从20142018，我每次都勉励所有的人像一日双塔很困难啊，怎么可能，对不对？但是很多东西就是
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去争取成功。这也是政治家跟生意人不一样的地方。生意人就每天在做，我们政治家是有目标就勇往直前的。像现在目前部分区的名单底定了吗？包括像吴欣盈家里的压力解决了没？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大概部分区是预计礼拜3登记嘛，因为礼拜5是截止日嘛，所以有时候留一个叫前置作业量，意思我们大概应该是礼拜3会来登记所以大概差不多了。我看就是这样的，常常就是有时候有该沟通的、该协调的去协调嘛，就这样。那你知道他现在吴欣盈他现在家里的政治压力的问题解决了吗？反正礼拜3早上你就知道了，你不要紧张。那他昨天，因为你昨天有讲到，就是说他是不是现在可能就是担心，就是爸爸那边有在担心。对啊，这也是台湾。其实台湾号称是民主自由国家，其实还是真的你要离那种瑞士的、瑞典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其实长期以来就这样嘛，所以有时候常常讲说，我们在台湾有时候连政治捐款的自由都没有，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家，你叫他说真的去登记名字捐款，我看大家都很不愿意。他连个就是说你现金拿去，我什么都不要，收据也不要。但是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所以我每次跟他讲说，我的态度就是绝对不收这种大笔的这种现金，你就直接走那个网络捐款进来，做正常程序。市长他是否已经排名8名之外了？是不是确定已经排除8名之外了？反正是这样嘛，礼拜3早上你就知道了，你紧张什么？像你现在怎么看？会劝他就是还是勇敢加入。没有，我常常是这样的这种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们作为这种文化的宣传，你知道，是对全体国民，你知道，一种不特定特项。但是我的个性，你知道，我不会针对单一个人去劝他做什么要求。我觉得这样的每个做这种公益事业或公众事业，还是按照每个人自己的意愿所以当然我们会鼓励说，台湾人民为了要让政治成为全民共有，每个人应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我们对全体台湾国民的这种呼吁。但是我们不会去针对个人说，你应该怎样，这个倒是不用。像你怎么看平面最新民调？亲民党已经超过时代力量，目前政党票，民众党第3，可亲民党已经变第4，超过时代力量。这个还是会动态，还是会变化的。我倒坦白讲这次的选举比较有变化的，应该还是政党票，其他的大部分都比较确定。所以这也是郭粉票加入的原因吗？没有啦，其实是这样的，有选总统还是因为这样的，你晚上那些从46台看到49台看到56台。你不选总统的时候，那很明显声量就下降，这是很明显的。会不会担心再这样子下去的话，其实民众党这边的声量会被亲民党给超越？那这是我们每天要去努力的地方嘛，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嘛，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嘛，就是说特别对资源比较少的政党，你就不断的想创新，看怎么去寻求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你们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创新吗？有一句话 ，You are limited by your imagination， 只有你的想象可以限制住你。所以我每天在实验室里面研发原子弹，就这样。那原子弹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研发出来。每天继续研发，有比较大的原子弹，有比较小的原子弹，然后那边。市长，你怎么看？说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说他的不分区名单是公平公正。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有人不满意呢，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微笑代表我的回答。还是市长，你怎么看？现在谢龙介他说他要参选国民党党主席。哇，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吧？这个我们当然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是他现在这样子感觉上，因为谢龙介向来都被视为是挺韩国瑜派的，就觉得这是好像在帮韩国瑜来这个逼吴敦义的感觉。问题是人家吴敦义也还没辞职，他就宣布他要参选，这才是很奇怪。这个北京剪的先就先为什么？吴敦义有确定要下台的吗？为什么现在就说要改选国民党的主席？我不懂那个发生什么事。有没有觉得现在国民党现在就是内斗，宫廷内斗又开始了？
我跟你讲哦，那就是哦，人家说赢棋也要输棋，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常常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给全国同胞作为借鉴，你知道，我们最大敌人永远是自己。所以明明那个2018打完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不然现在2016打完的时候，人家都以为说啊，国民党毁了，大概20年回不来。就没有想到2018，哇，那国民党死灰复燃。然后大时候大家想说啊，国民党这个民进党应该惨了，结果你看到2019，到2020了啊。国民党自己内乱，那么实在说赢棋也要输棋，所以这个哦都是我们每天看别人，你知道，回家都赶快反省说，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那小朋友，所以你是不是三番天下这个部分会觉得拿下第3大港胜券在握？那什么叫胜券在握？昨天那个小朋友在讲，我说你是不是那个电动玩具、电动游戏玩太多了？三国电动游戏。市长，你说这个最大敌人是自己哦，那你怎么看？说因为蔡赖被成型了，那韩国瑜现在逼问蔡总统说，这个赖清德之前挺台独，那你觉得他现在要表态？蔡总统必须要表态这件事情，那你怎么看？我跟你讲哦，这蛮是，不过这样的哦，蔡赖配我自己的评估是没有加温也没有扣温的，其实就是走安全的路了。其实所以没有特别加温的，坦白讲，就是你这个就是问题嘛。可是蔡赖在两岸的路线感觉是有点分歧的，不会在党内造成他们党内困扰。哇，这个这就是这样嘛哦，他们没有啊，这个算了，我每次就忍不住要问小英总统，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忍不住要再问他一遍。你考我的哦，你的台湾价值你自己要讲一下。可是韩国瑜说蔡赖配是蔡系的妥协。哇，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妥协啊，这没办法啊。所以说那个没有加温也没有扣。因为昨天宣布，大家一直说赖清德好像笑得很僵。这个怎么冷战了？我猜小英也笑得很僵啊。会不会觉得他现在这样子可以拉到独派的票？但是会拉到一点独派的票，但是也会失掉一些非新系的票。所以我说我自己评估过了，没有加温也没有扣温的，就是走一条安全牌，就这样。为什么会觉得说会失掉一些非新系的票啊？是觉得？这大概是讲，哇，那叫你太太，哇，就说你们这样杀完以后，你嘛也是也是假装笑容，也接纳他，后摆大家都叛变了。我听到这样的声音，以后大家有样学样。好，谢谢。其他的社会消息，先带大家关心新北市新店安康路3段2层楼悬的一栋透天楼仔厝，下早向火烧厝，现场鸡笼庆5烟，消防局赶紧出动，要80个人来拍火。现场有一对姊妹仔掉伫内底，该在拢经救出来，也毋过因为小可互乌烟砸着伤，先送去病院检查，该在即马火嘛已经顺势拍花。另外来看到高雄公山寿天宫礼拜日办一个真闹热的绕境活动，主办单位特别拜托警察来斗相共维持规矩。也毋过有民众看到讲，其中一个人穿警察衫，手骨有马具，敢若是警察，煞落去斗相共光叫。详细情形交记者柯玉成传来了解。玉成。好，观众观上可以看到呢，庙宇出巡，那么队伍呢就在外面绕境，但其中一顶神教队伍呢，这教班人员认真踩着步伐，一下前进，一下后退，但只是其中一名抬轿者呢，穿着却跟其他人统一穿着的这个橘色外衣呢很不一样，因为可以看到他呢虽然戴口罩，但是呢外头就穿着一件反光背心，身上还有一身这个藏青色的制服，身上还有装备，甚至呢他连手上都还有臂章。也因此呢，让人一眼认出是抬轿的疑似是名警察。而其实呢，这是在礼拜天晚上高雄冈山寿天宫所举办的绕境活动，但没想到本该在活动中扮演协助维持秩序、管理交通的警察，却变成教班人员参与绕境抬轿。而这影片呢，事后也被民众拍下上传，因此呢，在网络引发热烈讨论。不过呢，这行为呢，却也被网友质疑，执法人员穿制服抬轿，还直接参加庙会活动，感觉很不适当。不过辖区冈山警分局表示呢，这名抬轿人员呢，他并非现职警察，而是呢一名义警而已。而他当天呢，是因为自愿协助维护绕境的秩序，但只是呢最后却跑去帮教班抬轿，还被人拍下上传。分局表示呢，这是个人自发行为，未来呢也会对义警加强宣导。那么上升长情况，主播。
多谢热线，赶快嘛是上新的画面来关心新北市三零堡街路一个少年家互人夹倒都市，明仔尾4点钟，道民众报案讲新北市吉祥路和集贤路12路口，一个差不多16岁姓吴的少年家倒平行坎互人夹倒拄着伤，送去病院时已经唔知人，结果透早5点钟已经无命。现场有一只奥多麦，也有伫咧附近找到一支凹刀，沿路也有看到被害者的血迹，流血流滴，一直到顶下骹拢有。即马带一个有关系人登去问话，警察嘛登咧调查。过来关心南投民间乡寿天宫昨下晡5点钟，一个查甫人唔知啥物原因，强甲香炉内底的香拢甲伊创互花。庙方的工作人员出来甲伊挡，伊拢无咧插，两个人险险发生冲突。现场详细情形继续交记者王志雄来传来了解。志雄。好的，主播观众，南投民间乡的寿天宫，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男子，赶快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好，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名男子不断的把香客插进香炉的香拿起来给弄熄。那同样的动作做了3、4次，旁边的人看不下去，告诉庙方，没想到庙方人员劝导后，这名男子反而变本加厉，直接把双手伸进香炉拨弄香灰余烬，顿时烟花四溢，男子面露狰狞，感觉就很痛。那其他信众真的看不下去了，一起推他离开现场。我们再看一次男子夸张的行径。差一点就要爆发激烈冲突，幸好庙方还有信众呢没有因此失去理智，那最后是和平化解这样的危机。目前还不知道男子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那我们会再持续带您来掌握。多谢志雄，过来看到这个查某警察为了要斗相共伊男朋友厝内人处理一件交通事故，家己大粗大意去查当事者前科资料，牵涉到秘密罪。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慧珊。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影片中这个认真示范防狼步骤，而且宣导正确知识的罗姓女员警，就是呢被新竹县政府推荐的微电影女主角。不过日前呢，她却传出了为了帮男友的家人处理车祸事故，结果呢就调查了对方当事人的前科资料，公器私用，擅自这个调查权限之外的资料，造成对方是泄露了个资，也被警方发现之后移送到地检署来调查。那检方则表示说呢，当时这名罗姓女员警，那在4月11号下午的6点多，她为了帮男友家人这个处理跟一名许姓男子之间的交通事故，也呢这个擅自查询许姓男子的前科资料，导致他各自泄露，就触犯了这个刑法过失泄露国防之外的秘密罪。不过由于这个罗姓女员警事后是承认自己的过失，很懊悔，而且也没有前科，因此检方是给予她缓起诉1年，并且在这个缓起诉开始的6个月内要缴交1万元给国库当作处分。以上就为你掌握到的详细资讯。多谢慧珊，继续政治消息，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组织英德配要来拼连任，结果国民党立法委员就喺咧警体讲，两个人理念也有国情的想法拢未合，若是当选是无多开创新局。详细情形，咱就继续连线记者周景如来传来了解。景如。好，主播各位观众，迎战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在最佳时机推出了英德配，因此总统蔡英文确定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组成搭档来参选，力拼连任。只是国民党立委也质疑，这两个人根本国政理念上有些不合，要是一旦当选，在推动政策上恐怕难让台湾开创新局。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英德联盟啊，很清楚的看得到，赖清德是被逼婚的。赖清德是被抢亲的，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两个在初选的时候是杀到要刀刀见骨。我要第一个问题就请教蔡英文，你当选总统，如果你当选，如果不幸你当选，你要配合赖清德推动台独，真正的台独吗？就是你现在等于是表面上中华民国，暗地里暗的推台独。赖清德是很大方的接受我质询的时候，很大方的就是说我要台独。蔡赖宣布正副总统搭档之后，我们看到昨天记者会的场合，请问赖清德脸上有一丝的笑容跟喜悦吗？没有，所有的人都在猜测说，为什么赖清德他的脸这么的苦，他笑不出来？他是真心诚意想要成为蔡英文的副总统的搭档人选吗？外界的解读不是。那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两个
在政治理念上面真的完全不合。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12月8号，赖清德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什么？只有我离开，总统才能大破大立。那我们要请教赖清德院长，你现在回来担任副总统，如果明年你们连任的话，请问大破大立不需要了，所以旧的局面又开始了。好，国民党立委认为英德配没有新意，或许也是想要挽救这个落后的选情。因为根据了最新的选情民调结果，如今英德配是以4.5%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的国政配2.9%，以及亲民党宋瑜配的8%。国民党立委这回再出招，试图要点出英德配的缺失，但能否来挽救落后的选情，似乎还有待观望。以上面情况主播。多谢景如，过来关心无参加劳保、公保这社会保险的人，若照即卖规定，拢爱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即卖规定若是拿袂出来，牵手也就是毋是翁，就是某爱纳，若无会罚39,500块。即卖规定要改啊！卫福部最近接到申诉，讲某有钱煞买纳国保，害因翁都爱纳。经过讨论了后，决定修正相关的规定。卫福部嘛讲，即卖预告修正草案，若是保险的人个人所得超过50万，或者是个人的土地也是厝价值超过500万，安尼牵手免付连带纳保险的义务。新的制度上紧明年的顶半年就会当开始。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伊的副手张善政，嘛来到中选会来登记，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大家好，谢谢。对啊。好，咱即摆看到现场上新的画面，因为今仔日是第15任总统、副总统选举登记开始的日子。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伊的副手张善政嘛来到中选会登记。本地两个人是按算10点要来到中选会登记，因为和亲民党宋楚瑜强绑，才会把时间改做11点半。台语文千万字，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怨。过去一首古早歌叫做《秋怨》，这个怨的意思会当讲是分讨厌，像咱讲伊怨伊歹运。另外，这个怨也佫有收分的意思，像讲以德报怨。要带大家做伙来上解两个词。头一个咱看到，这就是怨叹，意思就是怨愤怨切。第二个词个人怨，就是互人作讨厌，互人气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规工土气笨害，怨叹天，怨叹地，久啊，就个人怨，无朋友要插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怨，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过2礼拜新历11月28，就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人照传统都爱食火鸡大餐。不过，伫咧纽约西州这个客家社区，最近就有一顶野生火鸡伫咧热烧，那阻碍交通，佮黑白甲人夹人的桶仔。过会家人和在地民众，大家都头壳摸咧烧。感恩节特别到啊！美国这个社区雄雄走来60外只野生的火鸡咧射大鸡，安尼敢讲是这个火鸡惊唔知路去，要甲家己做肉来送人吃咧。Is not a Thanksgiving joke. The big birds traveling in gangs are becoming a nuisance, according to some residents. 犹个免欢喜伤早咧，住伫这个居民若是无拍拉接接，安尼是袂当去吸这个野生火鸡。若这个野生火鸡嘛，敢若亲像真灾空，逐工搁走来这个银发族为主的社区，因爱食啥就去吐声，有的火鸡搁会甲人热咧走，甲这个阿公阿嬷安尼惊甲要害去。We have them on the roof. They're pecking at our roofs. Our brand new vehicles, they're pecking at our vehicles. 住伫这居民咧海产讲，这火鸡路嘛是安尼四界爬爬走，唔那阻碍交通尔，佮甲这青草啊拢甲吐了了，还佫会走去吐车、吐桶仔门，差不多是家家户户拢受灾殃。Animal control officers recommend opening and closing an umbrella to scare off the turkeys. 纽约西州的动保部表示讲，当地野生的火鸡，这个数量已经有突破23000只，不过逐年敢若开放3000只，会当合法来甲垃圾。
看到这个火鸡安尼欢爸爸四界里浪榴莲，愈来愈抢狂。动物专家建议民众讲，若是看到火鸡来，除了报警以外，会当闪就尽量闪。也若无水甲汽油火鸡拖到，是较惨水甲汽油椅啊夹到。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走干那杯，这是杜拜最近办一个国际车展，威丁公司展览到超级高铁概念列车，互人看甲目睭唔甘呢。因是利用主仆原理，互加门更强的车身会当伫咧半空中上紧驶1220公里。杜拜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本地坐车爱坐1点外钟，以后若是坐这个主仆列车，敢若12分钟就会当行脚到，速度真紧。超级高铁的车厢设计嘛足适拍，即马已经是概念列车，已经试走400外界，后日真紧就会当坐这款高铁四界拍走。庆记造型的列车以真紧的速度驶伫咧磅空内底，那亲像科幻电影内底的场面。未来可能会变做是真的。维珍公司的这款超级高铁概念列車，除了速度超激进以外，行入去車廂內底嘛是科技感十足，互人敢若親像行入去太空艙。We're in a concept vehicle, and we're in the first class cabin of the concept vehicle. What we are showing and what we're indicating here is that this is designed so it's spacious, it gives a passenger comfort, passenger experience. 杜拜国际车展维珍的超级高铁概念车厢，按照实际寸桥来咧展示，这款超级高铁爱伫咧接近真空的磅空内底，透过磁浮的原理减少摩擦来高速驾驶，上悬的时速会当来到1220公里。原本赛车对杜拜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需要1点外钟的时间，超级高铁上路以后只要12分。We're the only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have actually built a full-size test facility where we've done now over 400 tests. 维珍这几年来加大研究开发，捌伫咧美国来华达沙漠成功来试超级高铁原型的列车，最近佫宣布要伫沙烏地阿拉伯打造一座35公里长的跑道，明年计划伫咧印度开始来起。But we've invested hugely to really push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we really believe that here in the Gulf, in India, in the US, we have the ability to connect like never before.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2013年杀出超级高铁的概念，如今维珍公司研究开发真有成果，只要实验顺利，超级高铁就会当来上路。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详细的画面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是总统、副总统选举登记开始的日子，继续要来看到这是韩国瑜甲张善政伫咧拄则，也就是11点半已经来到中选会登记。金马56还有5天。断魂斩算心有情，几声行梅。金马56就在台视。士兵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技和本质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你。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详细消息继续要来关心。拄则新闻拄开始，咱就有看到亲民党党主席，也就是宋楚瑜，已经来登记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头一份的媒体民调嘛已经公布，亲民党宋楚瑜的支持度差不多量基约算的有1成。现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永平继续查人了解。永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其实根据一份今天刚出炉的民调是显示呢，刚成军的英德配民调还是大胜国民党的国政配哦，双方呢分别是45%对上29%，而同样是刚成军的余香配，也就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他们的民调是8%，而另外一份民调呢，关于这个不分区政党票的部分呢，蓝绿呢双方则是29比上29，不过另外
外小党的竞争呢，台湾民众党占了8%，而亲民党的民调则是占了4%，是小胜了时代力量的3%。而对此呢，刚刚亲民党团的总召李鸿钧呢，他是非常的大方哦，他说呢，小党还是要合作大于竞争。我们来听一下他刚刚的说法。先以大选为原则哦，那小党的合作空间上面如何？就是这个分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总统室里面，我简单来讲，你民众党的候选人，或者是别的小党的候选人，有需要宋楚瑜跟余香去帮你们站台，帮你们造势，我们都很乐意，我们都很乐意。那这个站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大家如果只要理念一致，然后核心的思想是一致，我们不会是说去先从考虑所谓的不分区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这样格局就太小。我们先以总统大局为格局。好，李鸿钧呢，他还是说，他希望呢小党是以合作大于竞争，而选举呢还是以总统大选为考量。所以呢，他还表示呢，如果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有需要这个宋主席来帮忙站台的话，他们都非常乐意让宋主席去辅选，前提呢只要是双方的理念是一致的。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金马56还有5天。断魂斩算心有情。金马56就在台视。使命信条都会念了吗？没问题。我磨练体能战绩和本职学能，有效达成任务。下一句是什么？我会确实保养我的枪武器。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现场，赶紧继续来关心总统撰文。昨天宣布副手的人选大清得了后，今日来到台中国际机场参加咱台湾航空大楼规个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典礼。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台中市副市长杨庆英拢有参加。这项工程会当讲是投资中部的头一个工程，咱做伙来谈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中台湾是台湾产业发展的关键。那么台中国际机场升级，就是台湾竞争力的升级。那么今天呢，国内航厦整体改善的工程开工动土，就代表了我们迈向升级的起手式。那么我们相信，升级以后的台中国际机场，不仅是能够照顾东部民众的需求，也能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方便商务的往来，让中台湾的经济更加的活络。那么现在台中机场国际机场推动的各项建设，就是奠定机场100年大计的基础，也将带动中台湾的发展，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推动。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是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副总统选举今仔日开始登记的日子。拄则咱就看到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伊的副手张善政做伙来到中选会来登记参选。咱有消息讲到，本来2个人是伫咧早起差不多晚到11点就要准时来参选，因为和亲民党的党主席也就是参选人宋楚瑜强绑，所以2个人的时间再小可调整。拄则咱看到韩国瑜也有张善政是伫咧拄则11点半准时来到中选会来登记。咱来看到现场上新的画面。外面是早上。来，抱歉让一下哦，谢谢。好，没问题，大家欢迎。来，这边不要动，不要动，不会动，不会动。祝福大家。
谢谢所有我们后面的青年朋友。我们稍待哈，媒体朋友先稍待一下，我们还有几个口号要呼，谢谢。我们稍等才10分，谢谢。对不起啊，等一下，这个麦克风没关系，这个麦克风。好，谢谢。好，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所有韩国瑜、张善政的支持者，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刚刚呢，我们在11点半的时候，韩国瑜跟张善政已经完成了登记，正式成为我们第15届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大家掌声鼓励。在此，我们非常感谢现场有上百位的青年朋友，跟着韩市长以及我们的张院长一起完成了登记。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各位年轻人，你们手中的一票投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如果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我们的未来呢，只能够步步自封，同时呢杞人忧天，那代表只是民进党继续的执政。如果你的这一票代表的是你希望你的未来是光明的、充满惊奇的，而且是迎向国际的，麻烦1月11号将你的手中的这一票投给你的未来，让韩国瑜、张善政可以领导中华民国，好不好？好。所以，请我们今天的所有青年朋友跟我们首先来呼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国政要领航，青年来帮忙，请大家跟着我附送：国政要领航，国政要领航，青年来帮忙，青年来帮忙，国政要领航，国政要领航，青年来帮忙，青年来帮忙。好，待会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以及副总统候选人来为大家致辞，同时我们也会开放媒体采访的时间。在此呢，我们也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有有6位我们的青年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的，我来这里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首先呢，我要介绍的是我们青年团的总团长田方伦，方伦，大家好，谢谢。韩国瑜到在，谢谢。以及我们青年部的主任萧敬言，在我后面，来敬言，大家好，还有国战绝配。好，谢谢，以及我们全国青工的总会长林杏儿，来，杏儿，谢谢。人民有钱，青年相挺。谢谢，这是我们称为党内3杰。另外，我要介绍的是我们韩版的3猪，第一位是林心玉，是我们韩版的青年团的召集人，心玉。好，韩国瑜到在。谢谢，以及我们韩版的发言人何庭欢。再来是我们国政顾问团的发言人黄曼欣，曼欣。好，谢谢。我们在这里呢，感谢今天所有媒体朋友今天这么踊跃的出席。我们现在是不是邀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来为我们现场的青年朋友以及在场外所有的支持者一起来为我们致辞？我们待会一样的会开放媒体采访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韩总统。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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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我最敬爱的我们中华民国第15任副总统候选人，我最尊敬的我们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张前院长，各位所有今天一起来陪同的所有111位青年朋友。因为明年1月11号投票，所以今天有111位青年朋友陪同我们一起来，代表的是台湾的未来跟台湾的希望。感谢各位青年朋友，要感谢我们立法委员许淑华，因为今天来担任我们登记完毕之后的活动主持人，非常感谢。更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各位在场维持秩序安全的警察同仁跟国家安全局所有的护卫人员。几分钟之前，我跟张善政张前院长完成了中华民国第15任总统、副总统法定的登记程序。在这里，我非常渴望跟张善政行政院长能够联手，
展开一场干净、文明、健康又阳光、美好的一场总统、副总统选举大选。这一次2020年总统大选的选举，台澎金马2300万人民在看、在注意，海外的华侨、海外的华人，以及整个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东北亚、北美、世界各州、各地，所有的华侨都在密切的关心跟注意。我们迫切的期待，这是一场能够让人值得尊敬的一场选战。我们也希望第15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会让我们后代子孙觉得这是一场干净美好的选战，为我们来骄傲。所以我期待我跟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把我们的政见、对台湾的关怀、对未来的忧心，以及对未来美好的破坏，实实在在、清清楚楚传递给选民，最终由所有的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未来4年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是谁，由谁来领导。如果真的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目标，我相信透过这场选举，我们整个台湾的民主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提升。我们一定要让关心台湾民主发展的人尊敬我们，也要让后代子孙觉得这是一场让他们值得骄傲的选举，非常重要。干净的选举，阳光的气氛，美丽的台湾，灿烂的未来，这是我跟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再一次感谢青年团所有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这里帮忙，我们一定会大力来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年轻朋友。投资年轻人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所以非常感谢各位年轻的朋友，各位所有台湾所有的兄弟姐妹，各位所有我们台湾同胞，让我们一起来迎向未来50多天这一场阳光、干净、美好的选战。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谢谢韩总统，总统加油！好，就讲完，好，谢谢大家哈。我们还要邀请。好，再一次的，我们后面的100多位的青年朋友，再一次的跟着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喊口号，好不好？来，国政要领航。国政要领航，青年来帮忙，青年来帮忙，国政要领航，国政要领航，青年来帮忙，青年来帮忙。现在我们就邀请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院长来为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以及所有的媒体来致辞，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青年朋友，大家好。在此时此刻开始，我的身份有一个转变，原来我是国政顾问团的总召集人，现在开始我是副总统的候选人。换句话说，我就是韩国瑜总统候选人的分身。从现在开始，我跟他一起去全台各地走透透，要听我们的民意。我们国政顾问团的这些政策，上礼拜已经都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从前一阵子对外介绍的长照，到教育，到马上要宣布的青年政策、数位政策，我们深信我们端出来的政策绝对是可以把台湾带向未来，实现刚才我们韩总统候选人讲的台湾愿景的最重要的步骤。所以在下来的50多天里面，请大家拭目以待，放下你的这个成见，好好的看外面所谓的草包。政见比我们的菜包实在好了100倍以上，请大家对我们的政见有信心。我们跳开统独意识，我们来看什么样的政见对台湾的未来最有帮助，才是对台湾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张院长。那现在呢，我也要再次的邀请我们青年部的主任萧敬言，也再次带领我们的青年来喊呼一下口号，来。
我喊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句。这个青年挺韩，青年挺韩，翻转台湾，翻转台湾，未来拼国际，未来拼国际，挺韩挺自己，挺韩挺自己。韩国瑜张善政，动作！好，谢谢。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在这里首先开放媒体的这个联访，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很多哈。那有没有哪一位媒体需要？我们稍微先举手一下好，我们再比较好。好。金马56还有5天。午安，你好，欢迎收看11月18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